小鱼自从走了之后呢，这一个楼上的阳台基本上呢就属于荒废的状态了。但是这么大的地方呢，不利用起来可惜了啊。自从小鱼离开了别墅啊，这楼上基本上就没怎么来过。大体看上去的话是挺乱的，只不过是没有好好的收拾。我们今天呢就简单的给这一个阳台收拾一下，明天启程回老家了。等我们再回来的时候呢，楼上就可能是作为我们的主场景了。楼下的厨房我们要搬到楼上来了，因为在楼下有时候拍什么吃的呀、喝的呀，就上下楼真的是不方便，所以我选择把后面这一块呢，就是作为我们的厨房，露天厨房。我们可以做完之后直接就是在这个地方吃啊，也不用在楼下了，主要是不想浪费这个地方。在正前方呢有个水槽，我们也要换掉它，然后再把这些花盆啥的全部清走。这垃圾已经清了一部分了啊，乱是有点乱，不过我们给它仔细打扫一下的话，楼上确实还挺不错的。最主要的是3楼阳台有一个顶，这下雨的话就不怕了。冷风我聽不見聲音，日子匆匆走過，會令我有百感生，記掛那一片景象繽紛。隨風輕輕吹到你抱進了我的心，在一息間改變我一生。付出多千算也沒法去對得真，卻也不需再驚懼風雨侵。吹呀吹，讓這風吹沒夠眼淚裏，亮晶的眼淚。吹呀吹，讓這風吹，愛像狂風帶走，風裏是誰？寒風沙初顯想到是季節變更，夢中醒卻歲月如飛奔。是否都定下來？你話我也會變心，慨嘆怎麼會久啊冬分。寒風吹得起，我也要被閉引，泛起一片迷蒙塵埃滾，掠走心裏一切美夢，帶去那判姻，帶去我的愛，只是獨留痕。吹呀吹，讓這風吹沒夠眼淚裏，亮晶的眼淚。吹呀吹，讓這風吹，愛傷痛都帶走，風裏是誰？那么这个视频呢，今天呢就拍到这里了。天呢也不早了啊，马上天就黑了。今天我们只是小小的把这个阳台给搞了一下，现在看着感觉可能还不怎么样，这个要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再好好的去整改。花盆啥的就放在这个台阶上，放在地下的话太碍事了。这个地方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呢，把灶台搞上去，把桌子整上去，以后就在这个3楼做饭。3楼这个背景其实还不错啊。这边的话就比较有意思了啊，这个地方要改造的话肯定是种菜，然后那些花盆里面的话就种上花，菜地还是挺多的啊。这边有一个从卫生间里清出来的大水槽，到我们回来的时候呢，就把这个水槽给它敲掉，因为这个水槽已经不能用了，坏掉了。然后再把那个水槽给安到这上面来。这个地方的空间还是挺大的哈。最主要上面有一个顶，哎，顶上还有灯。这个你看晚上做饭也不用愁了啊。这个阳台等我们回来要搞的地方多着呢。咱们明天的话就要启程回老家了，预计的话回去差不多1个礼拜左右。
就回来了。这次回家主要是把家里面的玉米给收拾掉啊，我妈一个人在家里面肯定搞不定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记得为本期视频点上一个赞。我是康大飞，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